嘛？来人！老爷，书房有客。这宾客不是都由和儿来招待吗？这位客，老爷最好还是见一见。夫人，你先带我接待宾客，我去就回。来，各位大人们吃好喝好，我代老爷敬各位大人们一杯。谢夫人，谢夫人，谢夫人，谢夫人。爹，杜大人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还不赶快给人松开！爹，宾客名单可没有这个人的名字。住口！府上的人不懂规矩，让沈捕头受苦了。哎，杜大人哪里话，在下不请自来，令郎警觉一些也是应该的。和儿，还不赶快去前厅接待宾客？难道你想让人家说我们杜府失礼吗？爹，可是他……快去！我们杜府的房顶建得高了些，难为沈捕头了。房顶高，不正说明杜大人家的房梁结实吗？撑得起头顶这副重担吗？那是。哦，对了，沈捕头这是何意啊？哎，惭愧，杜大人生辰，我之前也没准备什么，这是徐大人送给我的一个精致小木盒，如果杜大人不嫌弃的话，那我就转送给你。哦，哪里。木盒虽然精致，但想必锁在这盒中的东西才是心意吧？沈捕头，是不是？是。多谢杜大人提点，晚辈受益匪浅。沈大人，你还真有些刑律司总捕头应有的神韵呐！好好做自己的事情，朝中自会有人提点，报国之心定会有施展之时啊！万不可逆势而为，刚愎自用。晚辈受教了，他日若晚辈还有不甚明了之事，还望杜大人能不吝赐教。当然。哦，恕不远送。那晚辈就告辞了。沈妖，你可知道，刑律司奉朝廷诏令，见12宫者，杀无赦。这件事情，恐怕江湖上没有人不知道吧？那你一个阎王殿公主来我刑律司，到底为什么？玉大人消息真是灵通啊！哼，若真是灵通，我根本不会让你进刑律司待这么久，更不会让你有机会接近公主。玉大人，您放心，我对万余灵的心意，跟你相比只多不少。别说我没有恶意，即使是我有，我也不会伤害他。只不过我想弄明白，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。是虽有真假，
但人却没有。无论你做了什么，你都是十二宫的人。染料的痕迹，此人经常经过染坊。小冬瓜，胡子里。属下在。
带走。是。在这等我。除了刑律司，王宫内应该还留有一份案底。凡重大案件，必须由刑律司的总捕头汇总成案牍上报，由内阁审理，王上亲自裁决。刑律司的案件卷宗留底被称为红档，报与王宫的密档称为黄档，存放的位置极其隐蔽。刑律司案牍库只有总捕头才有权触及，具体的存放位置无人知晓。也许要比黄档更难寻觅，只要找到2档，便可得知真相。只要卷宗还在，定有迹可循。无论如何，我也要查清他的下落，为12宫洗清冤屈。公子，刑律司一直在追捕天机12宫，你这次去岂不是危机重重？只要此事不是我阎王殿所为，无论如何，我要查清真相，不为别的，只为寻求一个公道。昨日心里
啊？禀统领，里面没人。还愣着干嘛？还不快去！小心我禀告王上陛下。沈不得，刚才对不住了。没事，赶紧走。请。走。大哥，你查的怎么样了？先别问了，回去再说。真是苦了公主，日日惦念着刘侯，眼看和亲的日子就要到了。若不是多年前北定将军他在白荡关败给了库容部，哪至如此？嘘，此事不要乱说。和亲之事事关我南朝和库容部两朝士兵和无数百姓的性命。公主常说，这是她宿命中的事儿，是不可避免的。可是如今刘侯又不见好，北定衰又被……只希望刘侯的身体早日好些，这样也好让公主在走之前能了却一桩心事。哥哥，公主没事吧？刘侯应该是病情又犯了，你还是跟着我回去吧。大哥，你到底查到什么了？16啊，你还记不记得《刑律司》中洪党所记载，镇银是御前辈暗中护送，然后被父亲所劫取的；而黄党所记载，是阎王殿盗取镇银。上面还写着，镇银失窃，是玉国璋御前辈泄露的信息，密档中的记录根本对不上。这么说，刑律司那份涂改印记明显，难道是有人在案发后修改了洪档？案宗上的漏洞很明显，而且在极短的时间内定案。这么看来，刑律司和镇银案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捕头抓贼这么简单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大哥，可是据花姐所说，能够接触到洪党的人少之又少，好像只有玉大人可以吧？案发时，玉前辈已经被通缉，时任掌司的是徐林洞徐大人。如果按照杜甫信中玉国璋所言的话，当年由刘侯组织押运，刘侯一定知道所有细节。那我们找刘侯当面问清，就什么都知道了。大哥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？
我们现在就即刻进攻。公公，沈大人有何吩咐？公主是不是很担心刘侯殿下？公主和刘侯从小一道长大，手足情深嘛。十指连心，刘侯出事，想必王上也很担心。奴才不敢妄自揣测圣意，沈捕头，前面就是了。奴才奉劝一句，在这王宫之中，有些事不问为好。多谢公公提点。微臣参见殿下。下官奉命前来查案。沈捕头，殿下状况如何？自从刘侯病居燕宫以后，就已经很久没有说话了。就算偶尔说上几个词，也只有公主在的时候能理解个大概。公主？她经常来看殿下吗？嗯，这几日公主都会在这个时辰给殿下送药。沈捕头这边请。殿下怎么还穿着案发时的衣服？回沈捕头，是殿下不让我们换的。刘侯殿下，他来干什么？公主，沈捕头说他是来查案的。出去！在下奉命查案。哎，干嘛呀？殿下，微臣先暂且告退了。你干什么？你来干什么？在下奉旨查案。哥哥的事情不用你管，这里不欢迎你。我查完案自然会走，但不是现在。你。能不能别一生气就走啊？谁要你干什么？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？你们都给我出去！公主，别管我！把酒拿来。公主殿下，你已经喝了不少拿了，身体要紧呀。是呀，公主殿下。公主殿下，公主殿下。我说把酒拿来，没听见吗？给我拿来！拿来！公主。是你啊，玉大哥。公主，您别伤心了。孔明灯案已经有了眉目，马上就会有结果了。如果抓到了凶手，定会将他绳之以法。物归原主。
多谢万捕头提点。叶大哥，你来的正好。酒呢？酒呢？玉大哥，这么好的桃花醉，灵儿一个人喝。可惜了，公主，您别喝了。玉大人，我等在调查孔明灯案时，在京虚库房还发现了新的线索。讲。京虚库不仅和孔明灯案有关，还是阎王烈火案时荀彧所用的作案之地。哦，世上还有这么巧的事情？之前看管那些库房的房家已经不在了，现在是杜家的人在做事。我们当时要去查验时，他们百般阻挠，还是把他们先控制起来。我们才得以进入，并且从中搜出了松油脂。松油脂？杜兰初，松油脂。我问你，买这么多松油脂干嘛？回大人，小的也不知道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果然和杜兰初脱不了干系。大人，不好了，叶老大在牢里，被人杀了。什么？玉大人，出事了！
敢出！